近年高層建築外牆火警事故，促使業界重新檢視施工安全體系。傳統竹棚架遇火容易變成燃燒通道，引致火勢快速蔓延，風險高。使用全鋼裝配式防護系統，提升高層施工安全標準，係未來嘅必經趨勢。領創全鋼爬架系統，專為高層及超高層建築設計，全部構件採用鐵製材料，達 A 級不燃標準。全封閉鋼板沖孔網可有效阻斷火煙蔓延，提升高空墜物防護等級。一次搭設，電動同步提升，僅需搭設大約4層半高度，靈活配合施工節奏。樓層越高，綜合材料同人工成本優勢越明顯。領創目前已經成功落地多個海內外重難點項目，具備較強嘅建築外牆防護服務供應能力。尋找更可靠嘅施工屏障，請交俾領創。